各位先生、各位兄姐吼，今日搁是咱台语沙龙讲座的即个时间吼今日真欢喜会当邀请台北科技大学的文化事业发展系第零教授第零教授来做伙探讨因为即个第教授是研究台湾史尤其是日本时代台湾史啦伊是即个师大历史所的博士主要拢做台湾史内底日本时代即个部分的研究进前嘛有出册今日无炸你的册，哇，好册来，因为好做是做的这是这嘛旧年当时才出的，这是旧出的啊，这本阮的青春梦，这本3年前3年前的话，这本嘛是日本时代的台湾的学生生活的即种的这是咱陈教授的册咱会当迄个过来详细看啦这当然这本就是咧讲迄个日本时代的新女性咧题目真趣味咱就甲时间交互咱陈教授来听看卖伊这条题咱有看到咱来甲伊拍鼓欢迎者。我坐落来讲啦因为爱讲较久先自我介绍啦我其实伫学校就是厝对面迄个原本的台北工专啦讲台北科技大学大家拢也准是台边仔迄间所以阮常常家己自我挂台湾科技大学。是伊叫台湾嘛，一个叫台北嘛其实嘛是像迄个艺术大学不是有一个台北有一个台湾嘛对。我嘛是常三拢袂，所以完全会当理解啦所以阮常常会爱家己挂就是以前的台北工专，安尼大家讲听有台北工专内底我的系是叫做文化事业发展系这是一个新的系啦讲新嘛，毋是讲偌介新因为已经有即摆已经有应该算第8档嘛有研究所已经出来第3档所以有淡薄仔时间不过一般大家对工专的印象拢是工学方面的较济嘛因为咱理事长有讲清华，因为我以前清华大学的我以前是那个新竹迄个清华大学的艺术班啦嘛是因为伫遐，所以找中业和教授来做我的指导教授理事长伫遐要迄个就是文学院教育界出名对，这讲法。有即个讲法啦毋过我今仔会知透早8点的课还袂到8点的时阵，伫咧努力就当阮的学务长伫校做行政足可怜的，因为我拄来时阵当个迄个学务长所以规工拢伫校啦伊就伫遐讲伊去开一寡学务会议嘛就讲像近代台啦学生拢足侪问题啦拢足侪意见啦因为遮拢是迄个文学院政治方面文科方面较济啦所以学生会足侪意见安尼较拄仔共咱理事长的想法无共对无？那个炒蛋嘛袂出名嘿啦总讲一句啦应该是安尼讲是。今仔日无咧讲即个题目不过我是听阮迄个学务长咧讲我是做想要讲其实台北工专以前嘛做侪学生的运动的日本时代嘛学生的运动所以莫想讲工科的学生个头脑简单啦袂使安尼讲毋是讲读文的个做像阮工科的教授，阮常常讲恁咧文学院就是拢。做侪出头啦，安尼啦这是拄仔第一位话啦实在我足歹势今仔来遮咱即个台语沙龙有是黄宇老师，伊是我的台语老师因为阮拄仔结束一期的台语课我是足无勇敢的学生常拢足活甲交作业做出来迄个错误足侪啦所以用台语讲实在是胆战心惊啦所以我真正是第一遍
专程用台语来讲吼。所以若讲话好势吼，请大家爱见谅啦吼。今仔日的题目是要讲，想讲既然是用台语讲吼，做学术的物件吼，像讲袂讲遐认真转啦吼。一方面是我一开始是做台北帝国大学的论文来摕着博士学位吼。我也就开始有人找我讲，是毋是来甲即个博士论文吼，甲改写做甲通俗的册啦吼。其实这足重要，就是咱的学术研究应该爱互社会大众会当了解嘛吼，尤其台湾史的部分吼。所以就讲开始来做改写，所以就改写着第一本迄个《跃动的青春》吼，这是伊学生的主题当然迄阵。日本时代的教育也是查甫的较侪啦吼，所以就是查甫的学生较重点吼。除了即个台北帝国大学啊，也是讲伊的预备学校啦吼，就是迄个台北高校吼，是做处理的学校以外吼，因为我嘛是开始来即个台北工专嘛吼，伊原本其实日本时代1912就成立嘛吼。所以伊真侪做侪校友吼，台湾人做侪，所以我尾仔来即个学校了后嘛，开始做即个工业学校的历史，一直到现在，我嘛是一直有伫做啊，所以今仔其实都有一本新的册出版吼，是迄个有关台北工业学校，伫咧日本时代叫做一个报纸叫《台湾日日新报》吼。遮有侪对即个学校的报道吼，我就甲收集起，甲出版出来吼。不过即本因为伊拢是史料是性质的吼，所以我无甲摕过来吼。总之就是第一本是即个学生时代是以查甫的中学然后中学以上来即个探讨吼。主要是想讲写较生活的部分吼。所以嘛有先我写着即个查某学生的即个部分尤其嘛。开始了解讲即个学生方面吼，若是女性吼，女性开始读册，这是比即个查甫的开始读册吼，佮较意义较重大用吼，因为以前的女性是无咧读册嘛吼，就算小可能伫厝有因为即个厝因的关系吼，有一寡册嘛袂去外口抛头露面嘛吼，安尼个袂有啥物恋爱的故事嘛，对无？吼，所以呢，其实是真正是开始读册了后，才有按照是说看到的查甫会做正常哩互相来互动啦吼，才会产生一寡交流嘛，佮有个恋爱故事当讲吼，所以我感觉上重要永远是即个近代的教育吼，对台湾的影响是足大的吼，所以一直其实我做的问题一直拢是伫咧教育史方面啦吼，只是甲拖来到即个社会的方面吼。安尼是安尼开始啦吼，工作袂免等吼，嘛是爱甲大家献丑啦吼，所以有时掺一寡华语吼，请大家见谅啦吼。来因为拄仔其实你厝长也了讲，以前你当恋爱吗？以前拢嘛是迄个，拢嘛是相亲结婚嘛吼，拢嘛是媒人做出来的结婚嘛吼，大部分拢是安尼啦吼。不过以前其实嘛听过一寡爱情的故事嘛吼，大部分拢是迄个啥物单身母娘对吧？中国的嘛吼，也是讲迄个谈迄个恋段吼的故事嘛吼，才子佳人，迄个佳人绝对拢是一般的俘虏啦吼，拢是按照是看起其实是风月场所。女性嘛吼，暂时大家看即个就是保美人吼，伫台南市的，台南市的一个日本时代的酒馆啦吼，最有名的所在，还有地段会当遐出来这大曲啊吼，为人即个宴会时阵出来缓和伊个气氛啦吼，保美人若去台南，伊就是伫即个西门路佮民族路遐附近吼。对遮开始讲吼是，按传统上，查甫的恋爱故事吼，是说因的互相有一寡情感的互动，大部分拢是像这阶段也是日本叫做花魁日本时代就是足有名的阶段吼叫做啥物？叫做迄个米香肠叫做王香肠。王香肠。王香肠跟李香莲，咱做伙来讲啦吼。
王香肠即个女性吼，伊是其实原本是伫即个所在，按本来看一下吼，因为迄个一个电影叫做《最好的时光》，伊找迄个什么人？即个是啥？舒淇来演吼，就是其实就是咱王香肠即个最有名的，原本是台湾。哈？你讲华语敢无是？讲华语嘛，伊即部电影我实在正讲我无看过，我看迄个片段。它有台语跟国华语都有。安尼吼。而且有一些是。因为伊直接笑起来。介绍而已，没有什么对白，很少。伊这一幕我有看过啦吼，因为迄是阮有时阮会请迄个南庆吼。就是南管的来笑去吼，因为讲即部电影即个画面，其实伊第一句笑出来都无啥对啦吼。以南庆来讲，伊的唱腔是无对啦吼。不过伊其实就是影射王香肠即个故事吼。王香肠才子家的故事都侪咯吼。伊的即个原来的人，即个人真正是美人啦吼，就伊的相片是安尼。其实是比舒淇较水的，这是王香肠吼。那王香肠其实原本毋是伫咧台南的保米楼哦，伊原本是伫咧台北吼，伫台北的大稻埕遐永乐座足有名的艺团。有一个故事是讲吼，伊迄个即个人1880年代出世啦吼，所以咱若知影迄个抗日游击队有一个叫做篮球局嘛吼，尾仔毋是投降嘛吼，伊伫咧青溪遐是抗日游击队伫遐嘛吼，所以迄阵后藤新平要叫台湾人投降，就是抗战时中共出事嘛吼，就是一手变一手移啦吼，就是你若无爱投降，我就甲你足严格的迄个逮捕，然后处死嘛吼。若你要投降，尤其第一个来投降，我一定互你足好的条件。所以迄个篮球局伊个向总统讲条件讲，我当然我会当投降嘛吼，毋过你甲互我家一个人荣华富贵，对我的兄弟是要安怎吼？所以迄个后藤新平讲好，安尼既然恁是伫咧青溪仔遮当做迄个根据地嘛吼，因为遮足侪迄个樟树嘛吼，樟脑会当出产嘛吼，所以伊就互城丘局樟脑，遮樟脑的开采权。所以你就会当大家做你的即个樟脑的事业吼，含你的兄弟即只开垦，恁各行家你就莫来反对嘛吼，所以咱迄个王玉迪伫咧迄个台湾课文的历史即本册就有写讲，台湾人有生权啊，笑讲了含日本人去替篮球局因找头路呢，互因头路安尼做啦吼。讲足长吼，即个篮球局有一间伊就对青溪仔来即个足繁华的即个大稻埕。因为即个王香肠足有名，伊足厉害啦吼，嘛是种算足骨力啦吼。因厝侪囡仔吼，有感觉靠像迄时期遐哩卖鱼仔做生意啦吼。所以尾仔伊就像咱早期台湾做一个养母嘛吼，所以伊就去做一个艺团嘛，做养母嘛。即个艺团当然开始培养伊做艺团吼，所以爱笑曲啦吼，所以嘛去学即个北曲，因为台湾有北音叫做正音嘛吼，南音就是南管嘛吼，这拢有学吼。毋是安尼尔，所以以前迄个艺团是爱叫做色艺双全啦吼，所以伊爱学即种弹吼，弹即个南管的这是南管的弹法吼，用看的吼，毋是直的吼。另外一种就是爱会当笑，若搁愈厉害就是会当做戏，所以伊嘛有去因为伊伫一个永乐座嘛吼，永乐座遐附近佫有一个迄个汉诗的即个文人吼，伊就去遐学做诗，所以伊尾仔伊嘛做到做诗的吼，所以伊就变成足有名啦吼，因为人足水，佫有即个才华嘛吼，佫会当做诗，同这文人互相这应对吼，所以总之伊就是伫即个永乐座遮变成台北上有名的。迄间我听讲是1917年的时阵。总统有一个活动吼，挂3个人的查某的相片吼，其中一个就是王香肠的相片吼，所以著名。所以即个青溪仔即个城丘局呢，伊就一工就落来迄个台北市吼，就来即个永乐座讲，伊要找即个
点即个番啦吼，点即个那个王香肠的番吼。啊，因即个幼母吼，幼母通常就是咱即个艺段经仔内底幼母是好像叫什么来，经纪人安尼啦吼，伊个去内底叫王香肠出来，啊，毋过叫足久拢无出来。啊，即摆迄个陈秋菊就伫外口个隐约听到王香肠伫内底讲，啊，即个陈秋菊毋是偷税吗？我哪会使趁即个偷税的钱啊吼？当然，即个经纪人袂出来安尼讲啊吼，经纪人个出来就讲啊，即个王香肠今仔日身体无啥爽快啦吼，所以无法度出来接待伊啦吼。当然即个陈秋菊嘛知影伊是因为嫌伊是土匪啦吼，所以无爱出来啦吼。土匪当然是迄句日本时代对即个抗日游击队的讲法一种嘛吼。好，所以就甲即个词呢慢慢记伫咧心内。有一天呢，搁一道伊就是一群人吼，有一天伊呢就是有一寡人伫遮应酬，又搁来遮，伊就点即个王香肠出来。王香肠听到是陈秋菊有些怕惊着吼，总之就是陈秋菊用足强硬的手段，甲伊烫了，甲赶出去外口吼。尾仔就当然是即个王香肠受到即个侮辱嘛吼，伊就倒来因妈妈就养我遮嘛吼，毋过伊感觉讲伊无想要去共台北，共遮搁做即个艺大吼，所以搁来即个保米啦，来啦，来台南吼，来即个保米啦遮吼，即个是即个西门路，这是民族路，好，保米啦伫即个所在来台南。台南以前台北跟台南其实是，如果搁较侪汉二的即个文人伫遮吼，尤其迄个大家拢知迄个莲雅堂，吼，莲雅堂嘛伫遮嘛吼，所以莲雅堂伊嘛迄家来遮捧场吼，所以伊即摆伫保米楼嘛变成足有名，足侪人拢会来找伊吼，因为伊会晓做诗，莲雅堂嘛会做诗嘛吼，所以嘛有听讲伊有共莲雅堂切磋琢磨啦吼。莲雅堂听讲嘛足介意即个王香肠吼，所以有一个谣言吼，八卦是讲伊其实想要纳即个王香肠为妾啦吼，不过大房无同意啦吼，所以即个代志个无不了了之啦吼。尾仔王香肠是伫保米楼遮伊家己摕，我甲按出来，这是迄个拄仔讲迄个英乐座吼。大台的所在吼，伫咧永乐，暂时永乐市场的对面遐，原本的英乐镇吼。来，以前的文人吼，尤其是上莲雅堂因遮吼，因会办这报纸吼，即个就是湘南啦吼，办即个《风月报》，《风月报》吼，伊足侪期啦吼，咱顶头迄个，咱遮迄个老师叫。清代按顶头来顶个月来讲的迄什么？王昭文。昭文其实早期嘛做文学的这个部分啦吼。风月报吼，风月报一站是规经伊的369出版吼，就像迄日本时代就是像迄《苹果日报》早期的《苹果日报》那样吼，因为迄票选讲。上水的艺段是啥物人吼？有即种风花雪月的票选啦吼，来继续讲迄个王香肠啦吼。王香肠伫遮就刚拄仔讲有拄着迄个莲雅堂嘛吼，莲雅堂本来佫想要带伊嘛，无成功啦吼。毋过其实王香肠即个人做上进啦吼，所以伊做即个头牌艺段吼，当然有趁足侪钱，所以我也就家己出钱吼。家己赎身啦吼，家己摕2万块，家己赎回来，就是买个自由身吼，为养我遮个自由吼。因为迄阵遇到台南一个巨人另外一个巨人嘛是晓做诗即摆做好吼，感觉这人值得托付吼，个赎身了后，计有一个，毋过尾仔无做好的结局嘛，就尾仔即个文人吼，即个巨人其实是做风流啦吼，所以伊去娶着另外一个。好野人吼，因个协议离婚啦吼，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感觉讲迄个日本时代，其实嘛是足侪即种趣味的故事啦吼。好，不过这拢就是较传统的吼，就是迄个
就点仔封建时代拢是扛这个艺啊吼，毋是一般人会当当到的际遇嘛吼。啊，另外就是王香肠吼，大概讲到遮，伊尾仔伊佫加啦吼，佫加着一个叫做小盖椒，新竹人吼，啊尾仔去做阮州国的迄个外交部长嘛吼，啊1935年的时阵，带王香肠回来吼做请英吼，变成衣锦还乡吼，啊，阮是即个人叫做厝面啦吼，嘿，那来甲安心讲到遮啦吼，即个王香肠甲小盖椒的故事吼，其实有一个人甲写出来吼，即个人叫做梁汉行，伊嘛是做即个台语文的嘛吼，伊有写一本已经绝版的册吼，叫做《王香肠与谢介史》，大家当去出来看。你再是伫咧网络上看到，大部拢是根据即个廖汉行的迄个写出来。好，这是老一辈，因为因大概小盖椒的年岁含即个莲花长的年岁差不多，拢是日本195年时阵，伊是差不多19岁左右，啊，林献堂是16岁左右吼，所以伊是同一个世代啦，就是讲拢是受传统汉道的教育，啊会当吟诗作对吼，所以因去来即个酒馆吼，找一点即个艺段的番，啊，含这会当作诗的艺段吼，因会感觉足有趣味啦吼。啊，毋过嘛知影讲像即个到即个后一辈吼，就是1895年出世，啊1920年开始比如讲像蒋渭水即个医生啊，还是讲一寡读文学的人吼，因就开始其实行的方面就无啥共啦吼，所以即个时代就有一寡变化，啊变化就像即个是叫做李香兰嘛吼，啊伊是一个电影名星，啊嘛是会当唱歌吼，所以伊原本大家拢嘛做伊是中国人嘛吼，啊所以中国5大歌妓。啊，就是其实伊长期拢是叫李香兰吼，啊，所以尾仔即个日本战败时阵，李香兰有掠开，我讲伊是汉奸，啊，要审判。倒位来？毋是，伊是伫中国出世的日本人。啊，日本人。嘿，啊，因为伊的契爸是中国的一个沈阳银行的总经理，啊，迄个姓李，所以伊的艺名就出李香兰。啊，其实伊毋是是三口叔子嘛。啊，其实最近咱过身的2、3、4年前啊过身，战后佫有做过日本的国会议员。李香兰，啊，即个李香兰吼，因为这影星嘛吼，拍出一个电影嘛，唱一寡中国就啊什么夜来香啊吼，早是其实是原唱者是李香兰吼。啊，即个吼有一个故事哦，我像按拄仔讲的吼，我暂时讲的拢是传统的故事哦。头前迄个故事是真的。面咧讲的故事是假的。头前讲的故事是讲，连雅堂同即个迄个王香肠的有一段即个暧昧的感情吼，啊王香肠有做一段无共的际遇啦吼，啊后面讲即个故事是假的，即个故事是啥物款呢？因为最近有一个迄个应该算是歌戏嘛，我看者叫做迷雾。当迷雾渐散，一个舞台剧啊，嘿，因为我拄仔看了吼，啊看了足侪感慨，种因为伊演林献堂伫日本，因为我啊二八了林献堂，感觉台湾同遮一来足危险，一来无意思嘛吼，所以伊就撇走去日本嘛吼，啊国民政府找足侪。包括蔡培慧去甲囥啊，拢叫爱转来，拢无爱转来嘛吼。啊，所以伊即个当迷雾渐散，主要是讲即个故事啦吼。啊，不过伊即个有一个感觉足无符合事实的所在是，伊去附会讲林献堂和李香兰有淡淡的情愫吼。其实完全无吼，我按会当知影讲比如讲蒋渭水对伊边仔是成田嘛吼，毋是原配啦吼。就是按足侪即个足敬仰的话人，其实为伊的
感情生活拢足丰富啦吼，啊毋爱甲家眷们着生活拢足丰富啦吼。啊不过其实上无聊的一个人，你若去现场的见吼，伊是一世人上无聊的一个人吼，伫咧感情即部分吼。因为你看雾峰林家像伊安尼的地位的人，伊其实免纳妾，逐个拢袂讲什么话啦。啊，毋过伊真正拢无啦吼。到底无是为什么？毋知影吼。不过真正伊无看李香兰有啥物淡淡的情愫啦吼。所以咧，当明物见上时，演讲李香兰从即个遗憾间的即个罪名掠开时阵吼，是林献堂去甲搭救啦吼。啊，其实无影啦吼，因为李香兰尾也是请伊的亲生父母吼，对东北省伊的户口名簿来讲，证明讲伊毋是中国人，啊，所以个无法度用汉奸来甲论处嘛吼。你若看袂使做中国人诶，真危险啊！啊，所以真正伊安尼就互放走，放走了就等于日本嘛，所以日本继续搁有伫咧演艺界发展，啊，尾仔甲伊嘛是嫁两遍啦吼，啊，毋过尾仔因做国会议员吼。即个啦，所以其实是无啦吼，所以按咱来讲，实际上即个有真正的爱情故事吼，也是八卦传奇吼，啊嘛有其实是附会啦吼，所以阮即个系叫做文化事业发展系啦吼，啊其实阮定定要甲学生讲的是讲，咱会当伫咧历史的缝隙内底去穿插一寡物件，啊毋过无的代志袂使甲讲有吼，譬如讲林献堂即个部分，因为伊日记拢公开嘛吼。做一个名人的日记公开，你会当看到，因的私生活足丰富的吼。等下今仔即个去点一个日记出来吼，连老师拢有嘛吼，啦，我就莫讲啦吼，你家己去看迄个中央研究院有一个日记的资料库吼，内底其实做一个名人吼，啊，会当讲者，比如讲吕赫若即个文学家，吼伊个真正迄个。女朋友读倒家啦吼，因为伊足颠倒嘛吼，啊，佮足多才多艺嘛吼，所以其实做一个女性拢足介意啦吼，我绝对常常爱讲到吕赫若吼，因为伫咧清华读迄个硕士班的时阵吼，实在我第一个题目想要做嘛是吕赫若咧，啊，迄时我想要找迄个林瑞明老师来做我的指导教授，无啦，我是无啊，袂想要找啥物人，只是甲伫咧老师讨论讲。啊无我来做吕赫若，做我的硕士论文讨论吼。然后林瑞明老师就做个客讲，吼，真理你即科吼，你就是因为贪图人缘投吼，所以到要做吕赫若即个研究啦吼，我是心思马上互老师拆破吼，所以就感觉足歹势啦吼。啊，不过迄阵吕赫若的日记还袂出来，还袂出土吼，所以吕赫若歹做啦吼。啊，拄啊，阁有上着中央行老师的课吼，啊，所以老师就劝我讲，啊，无你来做即个数控年代的即个皇民化运动嘛吼，所以我就做即个部分啦吼。好，总之的，咱若你做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吼，有时阵即个嘛是有外貌协会嘛，因为这写论文足无聊的。你若写一个帅哥还是美女的论文，就有淡薄仔安慰嘛吼，对无？我知影有中央研究另外一个研究员吼，伊做另外一个美女嘛，做迄个高慈美有无？高慈美吼，跟公山的迄个中央教会的高家吼，钢琴家，尾来伫师大做即个音乐教授啦吼，足水的吼，所以像安尼查某的研究员做美女的研究吼，啊像阮。查某的研究者是想要研究帅哥吼，这嘛是一种恋爱嘛，对无吼？啊，就感觉论文就袂遐尼生硬啊吼，你会甲家己的情感投射入去吼。好啦，总之我就是要做这个部分啦吼。好，啊，这是其实今仔要讲的全部毋是这个主题，就是咱无爱讲即种传统的才子佳人啊，其实迄个佳人大部分拢是特别的场所。出来的，比如讲艺段啊吼，还是日本的花魁啊吼，啊因为迄个时阵男女的交往是无法度公开嘛吼，所以大部分拢嘛是讲亲情来结婚的吼，无啥会当互你含正常的一般的女性吼，毋是讲头前咧无正常的，但是 special 的女性啊吼，来谈恋爱啦吼，啊就是讲迄阵像即种艺段啊，还是现代吼，拄仔讲其实到
即个林献堂的后一辈，就像迄张文环啊、吕赫洛即辈吼，少年辈吼，因讲代志有时无一定个去即个永乐座啦、冈山路即种所在吼，因为这一道酒菜，佮点2、3个即个电动来翻吼，足贵啊吼。啊，因这算中产阶级吼，毋是像因这资产阶级，所以开始个流行较俗一点嘛，就是女嫁啦吼，就是去即个咖啡厅，哈，女妓啦吼，去即个咖啡厅，啊，女妓来遮吼，你无一定爱互伊钱吼，啊，伊会陪你讲话开讲吼，啊，伊佫做趣味，佫会当知影即个较新的物件吼，啊，所以像女妓啊，其实就是。某一种程度取代艺团即种角色嘛，爱伊更较俗啦吼。像尾仔佫有即个舞女伴舞啦吼，伴舞的人吼，因为30年代台北城吼，其实佫有2间跳舞场吼，一间叫做城内叫做舞衣吼，羽毛的羽吼，衣服的衣吼，一个是伫咧大陆埕遮。台湾人经营的吼，跳舞场，所以像即个舞女啊，是像伫香港这歌星吼，这是我到30年代开始有即种，像即种其实拢是较特别的嘛吼，就是按平常人，素常的人大概袂去行即个所在啦吼，较少啦吼，所以像这按甲讲想象中的爱情啦吼，也是讲伊毋是遮尔普遍的爱情吼，即个呢无免讲啦吼，不过嘛是会当小看讲者，比如讲这是台北高校的迄个因的学生的刊物吼，内底伊的广告吼，爱个广告讲，阮遮有即个叫做紫烟庄吼，遮呢特别足欢迎高校的学生哦，阮遮有啥物呢？阮遮有足好的即个室内吼，装潢足现代，然后有足水的。女嫁啦吼，陪你看过足长的东寒天的即个暗暝啦吼，就是踮遮听音乐啊，听这普利路啦吼，即个女妓会当同你讲一寡现代的代志吼。对高校生的讲就是安尼，会讲，你看个阿玛尼卡吼，对美国遮比较输入来的即个物件吼。唱片啊吼，大家你可以伫厝我都听遮济高级的唱片吼，所以因迄时阵的咖啡馆吼，的确伊就遮音乐搁食茶，即个那个茶店吼，即种所在吼，所以即个了出台即个艺段即种部分咯，而且愈生活较普遍啦吼，即个是迄时第一咖啡的女嫁吼，伊的即个相片吼，所以像拄仔看着迄个风话报，伊嘛会对艺段开始佫会介绍讲，即个城内的咖啡馆内底对一寡女子吼是足水，佫足啊讲话吼，爱学习足济吼，即个时阵女嫁的即个专业佫毋是做汉诗。因个爱看足侪现代的即个杂志，会当共人客讲最近的保利路的歌是安怎，最近的电影是安怎，无一定伊有看过吼，不过伊也会晓讲啦吼。所以我真正有看过迄个因即个迄时阵的杂志吼，去访问迄个女妓吼，女妓吼台湾人的女妓吼，伊的即个一个月的生活吼，有一寡开销吼，比如讲。因为爱穿较水的衫嘛吼，女妓嘛是一个靠外表来吸引人客嘛吼，所以置装费足贵啦吼。另外，同一般的家庭无共吼，伊一定要3种以上的杂志，因为伊要看会当共人客讲迄种现代的消息，尤其来即种咖啡厅的吼，拢是高校以上的大学生，所以伊爱共讲一寡即个物件。伊已经毋免需要会晓做汉诗，所以了后，就算是做即种特别的行业吼，伊嘛有即个时代的变化吼，迄个专业技能嘛无共啦吼。这是其实一般人较无容易去接触到女妓啦吼。那所以要来讲的是，现代教育的女性，一般
因为安尼开始行入社会，啊，你就会扛一寡异性吼，男性有一寡交往吼，啊，可能就会产生一寡新的火花出来吼。好，那伊无爱情故事啦吼，即个是张聪明吼，就是马偕夫人吼，但是若要讲受现代教育女性的话吼，伊应该是上最重要的一个人啦吼，因为女主查某的即个女学校吼。第一个女学校应该就是张聪明因靠即个马偕创出来的，伫咧淡水的迄个女学校，就是后来咱就甲当做是纯德女学校啦吼。他们牛津学堂边仔有一个女学校，嘿，对，伊嘛是足趣味啊，所以像戴宝春老师伊就写一篇讲，即个学术咧研究讲林献堂有环游世界吼，伫咧1920年代嘛吼，其实1880年代的时阵，就是丁聪明伊同马偕结婚的时阵，有一道就转去加拿大嘛吼，所以伊转去加拿大是对东到西，转来时是对西到东，所以拄啊环地球一圈吼，所以台湾人女性本也是包括查某在内拢，伊拢是第一个吼。第一个环游世界的台湾女性吼，一定应该是即个丁聪明吼，嘛是受若讲西方教育吼，伊算是足早期的一个人啦吼。所以叫做第一个环游世界台湾人。应该是安尼，因为我感觉迄时阵查甫嘛无环游世界吼。好，不过这当然是因为伊同马偕结婚的原因嘛吼，所以对于即个时阵的查某来讲。婚姻永远是足重要的一个代志吼，因为伊原本是养女嘛吼，要配合即个当他色嘛，伊迄个要嫁迄个对象的阿嬷，毋过伊要嫁迄个对象就养女拢是譬如讲有老岁就甲抱来请养，就是为着讲大汉了后直接厝内的查某来结婚嘛吼，毋过伊的命运较特别啦吼，就是迄个要甲伊配对的迄个查某是像10几岁、10岁就过身啊，所以伊的养母就感觉即个张昌吼，伊一直在长啊吼，你若查某人即个从迄个安溪腔讲做张昌明。张昌明。安溪腔。哦，昌明。这有读昌的。昌吼，嘿啦，所以即个伊的养母就足够苦恼，因为感觉讲你，因为传统人感觉讲就是命伤硬嘛吼，气死翁嘛对无吼，所以就定定吼苦恼，叫互即个养母讲吼，所以有一个故事讲伊用讲甲走转去伊的迄个原来亲母遐吼，毋过亲母本来讲你着过一暝，然后才甲转去，亲母的阿嬷佫甲赶转去吼，足残忍的吼。毋过伊的即个养母的大家吼，就是伊算伊阿嬷吼，足疼伊啦吼，会当卡说，所以尾仔当卡说个想讲既然无要无法度嫁予伊的孙仔嘛，会过身嘛吼，不如个吼，即个伊已经姓高嘛做感觉做马偕安尼，家己孤身一个人咧传教吼，足无方便啦吼，所以伊就甲马偕参上嘛，尾仔就嫁予马偕，而且即个张聪明嫁予即个马偕了，去开始伫咧对马偕的传教有足大的帮助啦吼，因为马偕安尼学台语就足紧啦，对无？另外就是台湾人感觉讲，这咱家己的人嘛吼，伊像咱台湾人嘛，对无？女性的信徒嘛，嘛会加较济。另外就是伊才开始看即个女学校吼，有一寡那个查某会当过来遮读，读了后即个因为伊即女学校主要嘛是培养新的即个传教者吼，所以互即个马偕伫咧北部的传教是继续即个努力吼，所以这是第一个受教育的女性吼。请教者，伊今年甲迄个马偕读几岁？你知影？我毋知呢。毋知啊。应该就伊个读真侪岁咧。嘿。应该30外岁啊，伊个10外岁尔。嘿，因为伊是算马偕来台湾的学生啦吼，所以这是师生恋的。咱会讲师生恋嘛吼，好，严格来讲，这是一个师生恋嘛吼，因为因原本的培训是老师甲学生的关系，好
所以主要是要讲即个现代教育对即个男女交往的关系啦吼，查咱者啦。即种迄个真理大学内底的图片啦吼，咱会当看马街市即个台湾传统服装的样子吼，因有两个查某的两个祖囝，啊一个后生啊吼，尾仔拄啊阮因转去加拿大嘛吼，无款转来去即个女学校吼，去加拿大的时阵，就穿即个西方的衫吼，孔凯即个就是陈聪明，张聪明吼，伊个样子吼，阿妈家伫遮啦吼，嘿，好，来再现在直接要切入主题吼，来讲即个教育，现代教育吼，来看查某的即个共一个所在咯吼，像迄是伫个杨梅一个翕相馆摕出来的相片吼。即个是日本的学校常常我放的一个二宫尊德的雕像吼，是足爱读册啦，啊足排即个茶嘛伫遐读册啦吼，所以日本时代的学校吼，袂像安怎是拢放迄个井盖石啦吼，足无水准啦吼，伊嘛袂放啥物后藤新品啊买哦吼，伊可能公园来放啦吼，啊毋过伊伫学校伊袂放即种竞技人本吼，伊会放教育，伊拢是放即个，啊学生拢足爱共遮翕相啦吼，啊因为各有你若看以前的一寡纪录片吼，因经过二宫尊德的头前爱帽仔摕来行咧啊甲过无吼，你若无安尼，互老师叫过来，随叫你搁订做一遍吼，这是因的教育啦吼，所以徛伫校园一个角落是即个人，毋是正界一个，你若看人即个专业度真差啦吼。来看即你啊，这查甫真够坏吼。变鬼变怪，来做一个 pose 吼，即种摄影师来摄影的啦，因为伊要编即个国小的纪念册嘛吼。啊，像咱即个查某那个足端庄吼，足大端吼，人家摆即个 pose 吼，啊，你哦男女有别吼。啊，不过因会开始伫咧共一个校园，即共一个雕像哦，无共角度尔吼，共一个校园查甫学生含查某学生会开始做伙读册啊，啊。当然，按迄个国小的其实是袂啥物当乱派的吼，当乱派拢是中学开始啦吼，十几岁开始吼，来再开始读册了，你若按即台湾女性的翕相就遮尔有自信吼，穿像这传统的台湾衫，吼啊嘛有穿即个西洋的即个洋装吼，来即个相关翕相摆做一个 pose 吼，今日就是轻松看。图片啦吼，看图说故事吼。来，嘛有安尼哦，你看，查某穿查某衫吼，同即个另外一个男性做伙吼，雌雄莫辨对无吼？你看，所以伊即个社会个愈来愈开放啦吼，啊，女性开始伫即个外口吼有。乌鸟乌狗。嘿啦，乌鸟乌狗吼，有即个足侪即个交流的机会吼。嘿，所以这是我们按看着教育出来的即个影响吼，嘿，倒位？即个查某囝，即个广告啦吼，即个是日本时代的即个杂志的封面咯吼，所以迄阵因的封面其实足趣味的，即个是叫做台湾妇人界的一个杂志，会当伫迄个台湾图书馆。其实即嘛用网络，你会当家己搜寻出来，伊拢数位化吼。啊，伊一支的封面就是安尼，了嘛是，即个是做乌鸟的吼，电他们，伊拢爱缀咯吼，伊甲伊缀他们啊电开，啊顶悬吼，即个遮尔水的一个球镜吼，像迄帽仔安尼吼，啊化妆了嘛，即个红唇嘛吼，足有自信的即个标志吼，好咱今仔是要讲即个啦吼，要讲边仔即个吼，就是开始到上中学了后，个开始有即个当恋爱的代志出来吼。其实中学了后，查甫袂共学校嘛，查某的就是读即个高女啦吼，也是读家政女学校。查甫的就是像即个6一中、南二中啊，也是即个台北一中、台北二中到台北四中啊吼，也是像阮学校台北工业学校吼。拢是查甫的，所以查甫其实袂共一个校园，不过嘛是有可能会当恋爱吼。好，所以迄时阵中学啦吼，中学生
是爱穿制服。我做过的研究是，因就算伫厝面吼，厝的人讲，咱今仔来看电影，你嘛是爱穿制服出门。你若无穿制服吼，学校外口有中学搁小学的老师组成的一个叫做教护联盟吼，伊会去看讲，哦，你即个人明明迄个年岁看起来是中学生，为什么你穿便服个出来吼？伊会甲你记卡，甲你问你啥物学校，问我一你学的。放散叫你去说明讲，为什么你伫外口拍拍照时无穿制服啦吼？所以中学生是较严格的管理吼。好，所以实际上是无啥可能会当去做一寡台湾来的代志啦吼。不过嘛是会有学生吼，比如讲我访问过台南高女吼，台南第2高女啦吼，就是按台湾人读的吼，日本人读的是第1高女吼，第2高女有即个。受访者吼，暂时90几岁的阿嬷，伊会讲因学校做即个代志啊，就是台南第2高女的学生，读台南二中，台南二中嘛是台湾读的查甫学校嘛吼，两个伫外口讲话，校外讲话啦吼，足近啦吼，就互外口的迄个教护联盟发现吼，所以家监老师甲家来讲，为什么昨昏有人讲？你伫校外学查甫的讲话，我足近吼，所以迄个女学生就发愿讲讲无啦，无影，阮若无咧讲，阮若无咧当原来吼，我含即个查甫讲话是阮28公分的，安尼啦吼，28公分有足远吗？所以即摆咧，因讲因学校后摆个认为一个名词吼，就是若要讲即个人有点仔不良吼。不良少女，袂讲伊不良少女，袂讲伊是18公分的吼。即人18公分的啦吼，表示讲伊拢含查甫的吼，足无分寸吼。有即种的吼，伊嘛会讲着讲像伊住宿舍吼，住宿舍你的被吼，迄个校的查甫的就查甫舍监嘛吼，查某的查某的舍监，不管查某拢会甲你拆被。看你是毋是异性下来吼，所以我有听到2个故事是，一个是台南第2女学校的吼，伊就讲即个因平常时会当出去啦吼，拜六礼拜会当出去嘛，出去有时你个转去厝啦，若无转去厝，因就是伫迄个台南市佚佗嘛吼，有时暗时会当出去吼，平常时暗时会当出去就是，譬如讲像即个。庙会就是啥物妈祖星啊，暗时啊有倒人家啊，还是日本的新社有啥物祭典啊，伊个互学生会当自由出去。所以讲因就选择伊个烧少出去伊一个宿舍，一间房间住8个人嘛吼，女学校住8个人，伊个安排做趣味哦，伊个安排是因为有4个年级嘛吼。高女是读4档嘛吼，所以一年到4年有4个年级，所以伊每一个年级伊排2个人，拄8个人，所以一个宿舍一间宿舍的迄个宿舍长跟副宿舍长就是学姐啦吼，4年来管即个1、2、3年级安尼，所以就会8个人相带去看即个暗时去看庙会吼。庙会日本人的庙会拢是会放烟火嘛吼，所以放后伫拍鼓拍了，拍了搁牵手，佮牵着查甫的手吼，因为迄个查甫学校佮看着第一女学校出来佚佗吼，佮趁这暗晡晡的时阵吼，去趁虚而入啦吼，所以伊嘛有即种故事啦吼。那另外就是阮台北工业学校吼，我访问一个家己的吼。姓涂哦，家己姓涂的，其实就是以前的涂行者，因的算8公分吼。姓涂的伫家己是一个大姓，伊大家族几来做医生伊就讲伊是台北工业学校的，伊的养父嘛是台北工业学校的，伊一到吼，伊就对台北转去家己，伊妈妈就讲，即个就吼叫伊去。接因妹妹转来，因妹妹叫做秀媛啦吼，淑媛吼，伊就去找无秀媛吼，就伫咧门口等着一个高年级的吼，5年级的女学生，伊就问讲你敢知影迄个涂淑媛伫倒位吼？伊就去带伊去找着因妹妹，问2个互相交谈了，问甲伊才知影讲，伊嘛是叫做秀媛的，
共因恁的共势啦吼，所以我也着通批。啊，我讲恁会使通批哦，毋是会射箭来甲恁拆批吗吼？伊讲啊，因为伊叫做疏远嘛吼，伊叫做疏远嘛，所以射箭跳批，啊，在疏远上，啊，疏远着我妹妹啊，所以呢，就避过射箭的这个监视啦吼，啊，尾啊，这个就变成伊的牵手哦吼，所以因其实是恋爱结婚的。啊，毋过阮即个老先生，我讲，我听起来我个尾仔个足自然讲，吼，所以恁是谈恋爱结婚的咧吼。阮即个好友马上震惊的说，无，阮毋是谈恋爱结婚的啦吼。所以伊的即个感觉是谈恋爱结婚，毋是做公菜啦吼。阮虽然谈恋爱，我也嘛是有请某人来讲啦吼。所以咱等下想方便吼。其实咱暂时要结婚进前吼，不管你是安怎实在吼，一定咱有一个媒来，吼，对，表示讲阮拢是用讲出来啦吼，毋是家己去找出来咯吼。所以咱的婚礼仪式内底，不管安怎拢有一个媒人吼。其实迄个媒人完全无介绍恁是啥吼，不过伫咧婚礼进前，嘿，拢爱做一个媒人嘛吼，啊，就是按原本有即个习俗啦吼。好，所以按看到中学生大部分是安尼即个淡淡的情怀，就是讲无真正讲有足侪谈恋爱的故事啦吼，不过开始对异性足好奇，啊想要熟悉，啊毋过嘛真正有谈恋爱吼，有家己身份的吼，拄好有讲你若真正伫外口谈恋爱，你会互学校处分嘛吼，所以我阁有问着一个故事，嘛是阮学校的台北工业学校吼，日本人。中学生无法度做伙伫一个学习的空间见面嘛吼。不过有一个例外，就是社团。社团活动的时阵，你若去外口比赛，你个会拄着中学生的女性嘛吼。所以一个故事就是，另外一个校友讲，有一道因上课吼，迄礼拜因的国文当然是日文啦吼。国文的老师呢，迄礼拜心情足无好，规礼拜拢叫伊自修。啊，为什么国文老师的心情无好呢？因为因祖囝是台北第一高女，啊游泳足好，所以游泳社团会去外口比赛。啊，佮熟悉台北工业学校游泳社团的一个查甫的，啊一天因两个佮去迄个中山，即摆叫做中山桥，以前是迄个叫什么桥？明治桥哈，明治桥下骹各准啦吼。各准的时阵，互老师掠着啦吼，所以两个分别互通报，啊，拢互迄阵毋是甲你记，毋是讲你记警告啦、记小过，毋是迄阵会叫你袂使来上课，叫做毋是退学足严重啦吼，袂到退学是讲一礼拜袂使来上课，啊，这是一个袂使来上课，学生讲够赞的。迄阵你的处罚是袂使来上课，还是讲伫咧宿舍的时阵你袂使出去，嘿，安尼叫做禁足啦吼，所以因就互安尼处分啦吼。因为因老师个足尴尬嘛，因为伊教过，即个查甫是伊的学生嘛吼，伊的宝贝祖囝嘛是即个高女的嘛吼，两个拢互处罚吼，而且即个学生竟然去即个共祖囝谈恋爱，应该足袂爽啦吼，所以一礼拜拢无爱上课吼，所以嘛即个故事安尼吼，所以咱就知影讲会开始中学生有谈恋爱的代志啊吼，啊嘛有拄仔讲会。想象中的爱情，所以会去追星嘛吼，所以电影院吼，迄时阵总统府会找一寡电影业业者来，啊，甲因讲，即个中学生若是请制服来，伫咧上课时间内，你袂使买电影票互因啦，啊是两个吼，查甫两个来，要看电影袂使互因看，安尼吼，啊另外话就讲，迄个尤其是教务联盟的老师就讲，是毋是按电影伊会当较暗的？莫遮暗嘛吼，因为足侪学生就是分别入面嘛吼，啊，个坐做伙，啊暗蒙蒙的毋知你创啥对无？所以电影莫互遮暗甲会使，这个很瞎的对无？啊，无个有老师就讲，啊无咱查甫一位，查某一位吼，男女别行。吼，这孔子的教育讲，即个袂使查甫袂使坐做伙嘛吼，即个电影伊安尼讲好。电影业者个足为难讲，来第一电影毋是甲学生来看嘛吼，有家族来看，
啊，家族来看，你讲恁查某坐做伙，查某坐做伙，家族散场的时阵找无人啊吼。所以男女别是无啥有法度啦吼，除非你包场全部是学生来看的时阵，咱就当男女别是。啊，无的话是无法度吼。啊，电影就是爱做暗啦吼，你电影无够暗是要哪看啦吼。吼，所以但是你会当知影会有一个为学生吼会辍学、逃学，啊，可能少少去看电影，安尼吼。所以中学生有即种代志啦吼。那拄仔讲着即个游泳的社团嘛吼，所以中学吼，中学的即个查甫的学校跟查某的学校，其实伫即个第一高路、第二高路吼，比如讲台南的，即摆台南拄中外口有一个游泳池吼，其实就是日本时代有啊。啊，迄个第二高路伊即个校地无啥共吼，也是讲即个一中、二中吼，大部分以前日本时代的中学的即个校园内底一定拢有一个游泳池，啊，因的必备就是你一定爱用，这是宽嘛吼，啊这是长嘛吼，毕业进前拢爱游过即个长啦吼。我以前是台南女中啦吼，我着受到即个教育吼，就是我不管你安怎背吼，你就是爱甲游学过就对了。啊，以前游即个修即个宽度的时阵吼，较简单，你着闭气吼，就背啊啦吼。啊，若游即个长的部分吼，你若袂晓换气，你就会涨水啊。而且因为中拢是上中的所在，通常拢是上深的，所以你食水的时是足危险的吼。啊，日本时代你看日本时代因的教育其实足趣味啦吼，伊毋是干讲你读册读好更好，伊会重视一寡体育的方面，嘿，所以像即个体育，感觉游泳是足重要的。啊，伊会爱你查甫拢爱晓游泳。即个差不多是1920年下半年开始，侪中学生的校园会有游泳课，查某的游泳课嘛有。要安尼讲是讲，会按像看到头前拄仔像迄个王香产迄个时代，差不多20档尔。20档的时阵，因的衫裤，因的即个观念就变遮侪啊，对即个身体的开放吼，即个观念就有足大的差别啦吼。好，啊，这是拄仔讲着即个游泳社团嘛吼，所以你看，即个是嘉南的即个嘉南女中，因其实毋是伫学校内底啊，这是伫即个海水浴场，海水浴场来游泳吼，啊，所以其实从即个时阵开始，日本时代教育个学生吼，90几岁即个老太太吼，伊就讲，伊是迄个台南县上山乡啊，山顶迄个山顶区吼，即摆叫区啊吼。所以伊庄脚人，阮庄脚囡仔伊是感觉讲穿即个游泳衫足歹势啊吼，所以伊第一摆穿游泳衫时吼足痒痒的吼，啊伊就看着我因班有一寡人吼，悬悬的人啊，拢无换游泳衫，就迄个老师讲，老师我 MC 来，老师讲好你去有影。所以伊换游泳衫虽然无好，种 MC 是啥物通关密语吼，讲了根本游泳吼那种。伊家去甲老师讲，我 MC 来吼，然后因为进前伊甲同学讲，MC 是啥物货吼？伊个一直咧问啊，所以伊甲老师讲，我 MC 来，老师因个同学讲，就是即科啦，即科拄仔一直甲伫遐问讲 MC 是啥物来，你咧上班的吼。然后老师讲，你上好是 MC 来，你 MC 啥物你都毋知吼，所以我就甲伊送落去吼，直接去游泳啊吼。啊，伊讲伊第一遍的游泳的经验是，互老师送到游泳池啊。请教下吼。你当初是讲 MC 啊，其他的讲法 ，MC 是台语啊。伊讲例假。伊袂讲例假，伊是讲。伊早是讲伊，我毋知伊原本的口语是安怎，啊，毋过伊早是讲的是讲 MC。MC 现代英语的啊。嘿啊，啊日本话我毋知安怎讲嘛吼，对啦，所以做趣味讲啊，这是伊第一遍游泳的经验。啊，其实迄时阵日本时代伊会小可调查讲你。连扑个扑袂开的，搁小可会晓游的，搁足够游的，伊会互你放无共个大吼，你扑袂开，互你放50个大，啊会晓游的吼，较够游互你放50个大，所以我读到北啊吼，就通知影我爱注意对一个囡仔吼，安尼啦吼，所以其实因有咧做即种管理啦吼，在线线讲啊有足够游的，就去参加校外的即个游泳比赛嘛吼，啊你就会当得着。无共个学生嘛吼，无共学个学生，也是查某的学生会当伫遮有一寡交流吼。所以咱拄仔讲个故事就是安尼。啊，即个是台北工业学校，就是阮学校的游泳池吼。即摆变成迄个中正馆啦吼，就是即个蒋介石
阮校长甲即大大身伫遐咯，无人要去那甲。要甲车落。所以阮的校务长讲，阮的学生足乖啊。伊讲啊，加在即个台北工业校的学生足乖吼。但我毋知影你推推，嘿，毋知影你是好啊无好吼，啊其实是袂当讲算乖啊吼，好，总之是安尼吼。来，啊，拄仔讲伊的即个学生，由音社团的学生去谈论来的所在是，即个所在下骹，即个所在就是，嘿，即个民治桥顶，嘿，即个是迄个李火珍吼。最近足红啦吼，伊翕相的，啊，即摆逐个流行甲上色，吼，所以这是尾仔甲上色去的，吼，啊下骹就是安尼，两张拢是伊的，两张拢是伊作品啊上色的吼，所以伫遮搁摆啊，而且逐个当初来的时阵呢，会来遮搁即个搁摆啊吼，日本人真正当时你若去赏樱吼，伊最近赏樱嘛吼，啊，那个东京的赏樱的名所是一个叫做千鸟之渊，有无？哦，迄个樱花大出的时阵足水的，迄时有一年阮去啊，拄啊开啊足水吼，然后就排队要过排啊，有两线吼，一线足紧，一线足慢，足紧迄线后就是用打的，日本人袂爱用打，伊讲足无情调的吼，因为男女谈恋爱一定爱用迄个，所以用过的吼。用过排足长啊！啊，台湾人讲上紧上好嘛吼，迄种鸭子船，所以足紧个走掉吼。啊，以前来遮过排啊吼，啊，所以阮学校迄个学生吼，两种日本人吼，就是安尼互即个学校的教务联盟领去吼，啊，所以即个中学生嘛是咧当乱来的吼。啊，另外一个就是碧潭吼，即嘛是日本时代的相片吼，即个是碧潭墙对无吼？啊，下骹嘛是有一寡即个船吼。以前的船比涨是搁较趣味哦，因为有一个厝顶，啊，你内底有迄个桌啊吼，迄个遮租船嘛吼，啊内底有桌啊，你个人叫点一寡物件来遮食，点寡点心伫遮食吼，嘿，这是即个碧潭遮吼，这是以前就是名胜啊吼。后边也无山，你底边有山呢，无歹山。哦，你啊，迄个山呢？山什么山？后壁遮吼，碧潭迄边无，即边你迄个跳水啊，伫遮吼，啊，另外即个桥嘛，就伫遮，吊桥伫遮。你飞过来，对个暗天飞过来。嘿，对，对应来，所以山伫遮，伫遮应该是正规。这个看山对对。嘿，吼，这是碧潭吼，所以这拢是当然毋那是谈恋爱，就是你家族你一套即个小憩吼，一只即个休闲的所在啊吼，拢会来即个所在吼。啊，另外像即个海水浴场吼，这海水浴场，即个应该是台北对淡水遐海水浴场吼。日本时代开始有迄沙仑仔的海水浴场，啊拄啊遐是基隆的海水浴场，叫做什么？大沙湾，以前叫做古巴海滩的所在，有一个海水浴场，即摆拢无啦吼。所以咱就看到日本时代开始有一即种活动形态，清朝时代足大个无共啊吼，就是开始像西方的即种社会安尼个活动吼。啊，所以男女的社交的场所嘛会愈来愈侪吼。嘿，啊，再来讲一个有名的人的故事吼，即个十字的座谈吼。看到，其实因两个是用讲的啦吼，即每人的相亲啦吼，相亲结婚的吼，对看嘿，吴鸿起跟杨昭志嘛吼，因带吼，好，啊因两个吼来，即个真正是我发现的吼，无正是无半人讲过哦，我看到一个拄仔讲有一个台南富人街吼，台湾富人街即个杂志。啊，伊有办过一个座谈吼，是叫做北群哦，结婚条件吼，就是查甫的北群嘛，查甫讲我要结婚的条件是安怎啦吼，啊，伊个带，伊个叫一寡台湾人，一寡日本人，两个台湾人，一个是吴鸿起，一个杨云平，嘿，来座谈讲你想要爱的是啥物条件？啊，三日本人，比如讲是会社员啊。银行的即个职员啊，啊是像吴鸿起迄阵拄仔开业的律师，啊杨永平当然是足有名文学家，就是讲伊是
黄金单身汉啦吼，嘿，啊，迄阵大概拢30岁左右，就是第迄阵安算做暗婚啊，做暗换甲结婚啦吼，嘿，啊，叫因讲即个想要爱的即个新娘仔的条件吼，啊，我就去遐看吼，即个是大概吼，我迄阵是伫咧台大的图书馆吼看到的杨允平文库内底出来，就是讲杨允平参加即个座谈会了后，即个杂志有互伊一本即道的刊本嘛吼，啊，所以有保留落来，安尼，啊。迄个台湾图书馆嘛有即期，啊，尾台湾图书馆是影印的，所以杨允平迄本是古本哦，吼，古本哦。啊，即个做趣味啊，做杨允平迄阵座谈时就讲，其实呢，我已经讲亲情讲定，伊做谈的时阵，其实已经讲亲情讲定，虽然还袂结婚，要结婚啊。啊，有风气哦，你安尼做危险的，你哪会使亲情讲了，你搁来参加即个座谈会吼？安尼无意思啦吼。迄个座谈会是做轻松哦。啊，有风气就是讲伊想要爱的即个结婚的对象吼，嘿，啊，伊讲伊上佩服的是高校女主高校的老师。迄阵女主高校老师伫第3高女唯一一个查某老师，就是杨传枝。安尼呢？啊，伊讲伊上喜欢的女性是女主校的老师啊吼，啊，就毋免足水啦吼，啊，毋过爱足健康，吼，有健康的水安尼吼，嘿，所以我有阵会奇怪，伊哪会安尼讲吼？啊，我也去看杨传枝的迄个传记吼，伊就讲差不多就迄个时阵，吴鸿起来甲伊提亲啦，嘿，来讲亲情，啊，毋过杨传枝无爱，因为杨传枝时阵伫咧第3高女教即个家境方面嘛吼。教甲足好嘛，啊薪水嘛袂歹嘛，啊因厝嘛无讲嘛是厝内家境嘛袂歹嘛，所以就会安怎是做一个女性是安尼感觉嘛。若是无法度嫁做好，我何苦要结婚的对无？吼，即我抱怨者，我拄仔足匆忙的时吼，是因为咧带两个囡仔去按来因中昼下暗食饭啦吼，伊今仔本来暗时一个5年的学生，5年的阮囝吼有一个课啦吼，啊我甲老师即个告假讲今仔我无来啦吼，啊我叫阮大汉的吼，高中的日年来代表我吼，带即个细汉去学即个物件了，看会使个了吼，啊老师讲会使，我就安排吼，先互阮暗顿食食了，啊我赶紧去冲来遮吼，你看即个做即个职业妇女是做费气嘛，啊安排足侪代志吼，所以你有时伫咧路边看到啥物女性三宝对无？那伊讲迄种乌马仔，拢安尼匆匆忙忙，啊无爱插别人吼，个做足侪代志哦。其实有时就是因为要甲囡仔按人好吼，啊足匆忙哦，无顾着即个礼貌吼。好，所以杨传枝就讲迄道伊无同意，伊无答应然后即道的讲亲情。啊，差不多即个时阵，所以我其实是真看哦，伊的即个观念遮开放的吼，竟然介意即个职业妇女吼。我也过来看到杨传枝的自传了，才知影讲原来迄时阵伊就是第一道同杨传枝讲亲情，结果杨传枝讲我无爱啦吼。嘿，结拗啦吼，嘿，我爱杨传枝佮讲所以有一阵伊就无过来往嘛吼。然后杨传枝我要改变是一道伊讲伊破病啊，足严重，啊，伊妈妈咧甲照顾，所以伊是半梦半醒之间看到我妈妈遮尔辛苦，啊，若双亲过身了后，我的单身生活是毋是阁会当安尼过？你著看，所以你著伫咧日本时代，你女性你想要有虽然当家己自食其力，啊，搁你要单身，其实即个条件足严苛的啦吼，好，所以伊去到了伊就感觉讲，袂使，我应该是爱结婚啦吼，迄时阵。吴鸿起过来提亲，伊才同意啦吼，所以过足侪当过5、6当，才来啦吼。好，啊，即个座谈会毋是讲这样，这是那像是1934年哦，昭和9年的12月，啊，过当尾吼，就即个月的杂志是黄金单身汉的座谈哦，啊，过一个月，1935年1月份，就是。因为既然有查甫仔嘛是爱找问看查某有啥物条件嘛吼，好，你看这个是叫什么？巴卡利诺，对，就是叫做名人的
好少上人家反正名人吼，名人即个你结婚想要结婚的条件是安怎吼？会答查某问了问查某呀，所以迄时阵的妇人界的即个台湾妇人界，就是互女性看的杂志是安尼个吼，才是处理吼。啊，叫啥物人啊？因因传伫个另外一个叫做廖秀妮吼，廖秀妮尾仔是建头嘛是即个伫咧教育界吼，即个。阮的国中的，阮的国校的校长，中山中爱尾啊当国校的校长，伊教育家嘿，我这个中文讲的，廖秀莲，对啊，伊嘛是第三高女毕业的，所以伊拢是两个台湾人做代表，啊一寡日本人，名媛来讲，若是要结婚，你的结婚的条件是安怎？啊，廖秀玲尾仔无结婚啦吼，伊是单身啦吼，啊伊要饲一个囝，有饲一个囝吼，嘿啊，啊因传的是尾仔有同意迄个吴凤琴的即个提亲啦吼，所以这是我发现的啊，所以看到了感觉，哎呀，有够趣味的吼，你安看到迄时阵，迄个男女的社交的互动吼，了了啊开放，不过嘛是阁有一寡过去的即个影响啊，所以比如讲像。吴凤琴也是因传递，伊拢是用讲然后用媒人来讲出来吼。啊，不过开始因有一寡期待啦，比如讲杨传递也好，还是廖秀玲也好，伫遮拢会讲，你想要爱的对象吼，希望是安怎吼？因其实拢会讲，会当讲会来，讲话讲会来，就是希望有心灵上的交流啦。这是因为相亲结婚的时候吼，是无法度安尼紧的嘛吼。所以迄阵开始，伫咧报纸你个人看着讲歌女吼，以前感觉歌女就是迄个歌女读了即个学历就是你的嫁妆嘛，就会当找着足好的即个对象吼，讲亲情就会当讲着足好的对象。不过伫咧1930年了后呢，足侪报纸会开始反映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歌女袂感觉讲随毕业就结婚是一个。足骄傲的代志啊，因感觉咧足歹势吼，袂介意随毕业就结婚吼，所以也就是讲，因了了啊感觉讲即个相对看来结婚吼，无法度了解对方的即个情况啦吼，所以你会感觉现代教育开始对女性有一寡影响，虽然尾仔伊嘛是拢是可能是用安尼来结婚吼，啊不过会开始希望讲对方是会当互你。讲一寡较心内的话吼，毋是敢若是即个门当户对安尼尔吼，所以开始有即种即个部分啦吼。啊，是怎讲啦？即女性即部伊就会问即个女性吼，讲一个月查甫的收入是偌济吼？你感觉会当互你安全感啦吼，会当即个支撑一个家庭吼。按最近有一个，咱像几年前有一个调查是讲爱7万啦。7万做一个查某爱个，你无7万哪有可能上好7万趁会到吼？7万其实是爱2个人做伙趁，对，一般你3万外吼，拄毕业吼，所以7万是2个人爱做伙趁，到我到7万啦吼。啊，因即时阵吼，日本人讲的介绍吼，讲的介绍，日本的女性讲的讲，我的对象若是趁钱，趁一个月应该爱趁偌济咧，差不多80箍，7、80箍一个月，这个一个开销。会社员的一个月薪水，啊，若是那个按台湾人嘛，像廖秀妮即位老师吼，就讲其实呢，阮台湾人的开销无你日本人较济吼，因为阮台湾人差不多50箍就会使啦，用按算起来比差不多，真正就是差不多7万跟5万的即个对比啦吼，这是即个结婚的即个问题啦吼，所以慢慢会发现，有一寡因的讨论的问题，安怎是互你讨论吼？这个是现代化嘛，就是因为迄时阵的人的想法，较咱早时的想法，有一寡小可是共的所在，啊，生活的方式嘛开始较咱小可有接近啦吼。好，那按照看着讲教育来带来的即个影响吼。好，来啊，吴凤琴咱大家拢知影，就28岁过身嘛吼，所以即个因为传递其实就讲吼，尾仔伊足遗憾嘛，也知影讲最后的是嫁互即个吴凤琴，啊，结婚了后的生活是遮尔美满吼，啊，因为毋知足早就即个过身嘛吼，若是知影的时阵，应该伊第一道提亲的时阵，甲伊建议啦吼，
这是伊伫迄个受访时候讲到即个部分吼，啊，这是有风气的部分，所以其实因两个有即段即个伫咧杂志安尼互相回应的部分，啊，其实那个杨传你都无回应有风气，也是有风气一定伫遐送一寡讯息，我足爱高愈的愈好，愈够的，感觉杨传你若搁别人啊吼，所以你会当想象说杨传你若有即本杂志，大概一定知影讲即个有风气真正是足介意伊啦吼，啊，第二个礼拜。廖秀丽什么行业？啊？廖秀丽什么行业？廖秀丽。廖秀丽哦，第三格路伫遐。毋甲伊共款的行业。对，无啊，伊传弟佫有去日本迄个家境专门学校。因厝是毋真好个？是啊。因厝真好个。对啊。伊有家庭好个啊。对啊，系啊，所以伊会当无结婚，其实是安尼啊，无一定爱结婚啊。所以会结婚啊，会佫接受第二遍的提案，我感觉这杂志即头的传情其实有淡薄仔影响啊，因为我相信杨传你有看到啦，因为伊第二期个互邀请去做谈嘛吼。好啊，这嘛是名人啊，不过我安尼睇讲，你看像伊即个受教育的名人，伊个含即个拄我讲过，伊咧整一辈啊，像即个上届招因就无啥共啊吼。好啊，就这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吼，就开始受教育了后，女性会行出社会嘛吼，开始譬如讲车长哦，这是这个车长吼，啊，车长大家个想象中车长的这个领导我拢爱明白吼，啊，伊佫受着大部分拢是小学教育以上就会使啊，嘿，啊会当当着足侪人嘛吼，所以车长嘛会有少个人叫我吼，我真有访问着我家己个大姑。嘿，阮爸爸的阿姊吼，伊个是做车长，然后我讲，啊，恁真正有人会甲恁约恁去食，甲恁约会嘛？讲有啊，伊有一个坐车时有一个人看伊感觉足好啦吼，所以有约伊。啊，毋过迄阵的约会吼，袂安尼两个人约啊，伊会约一群人，毋是讲约你尔，约你全部即个车长朋友，讲按逐个来交边听啉咖啡，嘿。啊，其实目标是你啦吼，啊，毋是其他人安尼吼。所以开始真正因为即个女性开始伫咧社会做工课，啊，这工课拢大部分拢是因为伊有即个识字啊吼，即有受教育吼，啊，开始有即个交流人出来吼。好，啊，像即个车长啊，这是银行的即个职员吼，银行职员就是这算。也算是嘛是钱啊，有时迄种有发行公债吼，发行那个公券吼，啊，不正是银行员的训练嘛是安尼啊，去一个人开始算对吼，哦，所以像安尼，你就会接触伫咧柜台就会接触无共的即个性别的人嘛吼，所以即个生活就会慢慢来吼。啊，另外一个足有名就是叶头佮杨奎啊，吼，因就是做社会运动嘛吼，足无乖。啊，毋过就真正会当找着志同道合，真正要找着志同道合是安尼嘛？你若当做伙行街头，这上志同道合啦，吼，安尼是使吼，所以那个叶头看杨奎，即个故事我就免讲啦。啊，另外一个是张玉兰是即个高雄女中学生，啊，陈坤伦是阮学校的即个学生吼，当然毋是伫咧学校熟识的吼，是做伙。因拢较左派啦吼，左派的即个农民运动的时阵是使，啊，尾仔就结婚吼。陈坤伦是屏东东港遐的人啦吼，两个是因为行街头来结婚的吼，所以像安尼的结婚嘛开始有咯吼，这是志同道合吼，日本时代的故事吼。好，啊，拄仔一定有讲有有这个师生恋嘛吼。来，啊，像即个海角7号，其实嘛是师生恋对无？所以，师生恋伫日本时代毋是足大禁忌的，这是禁忌，善战是足大禁忌的吼，伫咧道德上有瑕疵吼。啊，毋过伫日本时代吼，师生恋毋是足大禁忌的。够少时间，好，来讲一寡若是用即个讲话人的吼，个袂触犯禁忌嘛，因为咱甲所有条件拢排好啊。啊，若是自由交流落来吼，你有时真正会袂到伫踩到地雷啊吼。啊，即个地雷吼，英国的地雷和暂时就无啥共咯吼。以前的地雷有暂时相像，比如讲已经结婚啦，啊，你搁去牵人
乌白高高伫，安尼个袂使嘛吼。啊，即比如讲有一个叫做杨友来，泸州是一个日本即个娼妓啦吼，伫咧迄个万华遐吼。啊，杨友来是即个迄阵的台北病院，伫咧内底卖咸菜。啊，泸州是当迄时阵伫咧台北伫迄个万华遐算。伊嘛毋是算义旦啊，应该就是那个娼妓啊，做妓女安尼嘛吼。啊，毋过伊毋是惊杨友来，毋是去惊即种所在是啥？是入州即个日本人去看病，啊，含即个杨友来对看着吼，即两个有意案吼。啊，所以杨友来甲去找伊吼，啊，毋过杨友来结婚啊，所以因某吼爱囡仔吼，这真正是一个社会新闻足轰动伊，爱囡仔去即个妓院吼，恳求妓院的老板讲，敢会当卖个互杨友来，因为影响着伊个家庭嘛吼。啊，杨友来伊个即个病院，伊伫病院卖物件嘛吼，病院人嘛做支持来啦吼，所以因两个的爱情吼，因为禁忌嘛吼，就足大个阻碍啦吼。所以尾仔就是杨友来偷偷去妓院找泸州，然后讲咱两个做伙殉情，所以因两个就真正服毒殉情吼。啊，人去救吼，去救的时阵吼，两个拢讲先救对方，啊，这是真正的爱情吼。啊，结果有一个救我，查某救我，查某的死。啊，不过这个故事就刊伫咧当时的报纸足轰动。啊，轰动的时阵就讲这是啥物话咧？中着自由恋爱的毒啊，安尼吼。啊，尾仔就真正就做者即种殉情的故事开始出来吼。所以啦，咱的禁忌，譬如讲，早是永远是禁忌的是，暂时像嘛无遮尔禁忌，暂时讲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啦吼，对无？暂时有人做者理直气壮，是安尼讲啦吼。好，不过咱暂时感觉做禁忌的师生结婚吼，伫迄时阵无一定是做禁忌啦吼，就是讲互学生毕业了甲结婚其实是。素常的代志吼，所以比如讲，有一个摄影的即个艺术家吼，叫做彭瑞麟吼，伊伫咧大稻埕遐开一个阿波罗写真馆吼，啊，伊原本是伫咧迄个苗栗啊堆教册吼，伊是台北师范学校的老师学生啊吼，嘛是石川716的学生，啊，石川716的学生大部分拢画家嘛吼。啊，毋过即个彭瑞麟迄时阵想咧画家的时阵，老师就讲，其实呢，你嘛会当行摄影即道啊吼，足好的即个部分啊吼，所以我来就为即个摄影这道开始吼。啊，伊先去即个公校教册的时阵吼，有一个学生就是即个吕玉燕吼，定定我来上课，啊，所以就去家庭访问因厝的人讲，为什物我爱来上课吼？啊，厝人就一寡理由讲啊，阮足侪代志爱做啦吼。迄阵愈学生定定缺课，可是阮假是厝里若足无闲，想着讲你莫去上课，踮厝斗相共啦吼。啊，你查某囝仔读册也无啥物效啊，读册嘛了嘛是爱嫁翁啊。啊无你若保证讲后摆你要我娶，我就陪你上课啊。安尼吼，了吼。啊，所以彭瑞麟就讲好啊，我甲带你爱来甲上课，你甲互伊来上课啦吼。所以吕玉叶个来上课，啊，尾仔嘛是有读甲高女哦吼，即个彭瑞麟尾仔又去日本一个摄影写真学校学甲足好个咧，学甲伊个成绩足好，老师甲推荐讲，你会当去日本宫内省甲即个贵族翕相，所以伊个作品内底有甲贵族几张啊相，啊，毋过彭瑞麟讲袂使，因为我已经甲吕玉燕厝讲好，讲我要来带伊嘛吼，所以就倒来台湾开即个写真馆，啊，即人足趣味，因为我也足侪人来看彭瑞麟学摄影，所以伊算是是台湾即个以前摄影拢是师徒相传啦吼，啊，伊开班授徒教侪人，就是对即个彭瑞麟开始吼，所以就是因为有师生恋，伊才倒来，啊，无吼，伊就是伫日本啦嘛吼。啊，所以即个师生恋，另外就是台日联姻，就是即个黄凤芝跟池田敏雄啊，即大家拢知影嘛吼，就是黄凤芝小学4年级伊个班上老师是池田敏雄，然后池田敏雄感觉讲，黄凤芝的作文真好啦吼，啊个推荐伊互即个西川满
西川嘛做改黄凤之写即个台湾的即个民俗吼，所以伊时阵小学5年时阵，伊的字典就含张文环因的作品做伙出版的，足有名的一个嘿，足厉害的一个人吼，所以即个6年的哦，国小6年伊个出即本册哦，即本册销足快呢。我做访问的时阵问阮学校的校友吼，因兜一个伊的名称顶悬就是访问这一本。我讲哦，恁有即本，讲即个足有名啊！即阮迄时阵查某女学生内底上出名的就是伊啦吼，嘿，伊的老师吼就是池田明雄，我也伫迄28年1947年的年头是1月时阵就结婚。28了就转伊日本吼，所以即嘛是师生恋啦吼。虽然是当然是比较足久甲结婚啦吼。黄凤之的作品吼，即国小的作品吼。即张是国小的时阵了，那囡仔吼，就是囡仔吼。即张是第三高女的时阵的相片。第三高女我看遮有看无？无看。好，我无看吼。第三高女伊阁有出一本台湾的孝录，迄时阵。日本的文保省阁有甲选择推荐的即个册啦吼，大家读的册吼，所以伊的即个文学天才吼，是伊的导师甲即个伯乐啦吼，嘛后尾嘛结婚吼。黄凤之仔即满咱像搁伫日本搁，应该搁伫个吼，嘿，所以足趣味的吼。来，池田明雄就是即个吼。嘿，因为伊足爱台湾的物件啦吼，所以尾仔就直接搬去迄个艋舺，其实住伫黄凤之因兜，家因兜细厝。认真讲，这池田明雄生机嘛足深的啦吼，你也看，你做早就去近水楼台吼，安尼吼，所以也就是讲，迄阵的师生恋并毋是禁忌啦吼，迄阵的禁忌，请算看者，这是拄仔讲的吕玉叶跟。迄个彭瑞麟吼，嘛是足水啦吼。其实吼，咱看这是正常的相片哦，因为尾仔有人有收集即个那个彭瑞麟厝，甲伊的相片拢管出来吼。所以我看到足侪张相片是中掠开，就是伊吕叶甲伊翁搬家的时阵咯，甲彭瑞麟搬家的时阵讲，我爱甲你做伙吼，甲迄个相吼，伊中间咧看足侪张拢是咧掠开吼。就是讲吼，迄时阵会自由恋结婚的女性吼，其实伊的个性吼，拢足有个性的啦，嘿，拢足有个性，嘛是因为足有个性吼，会吸引足有个性的男性吼，所以两个斗阵吼嘛是足趣味安尼啦吼，所以我看到这是正常的相片，足侪相片是咧掠开的吼。好，这是甘愿来结婚的，这彭瑞麟学生时代，台北师范大学那个。即卖是台北教育大学啦吼，以前是台北师范大学学生时代的相片。伊足有名的作品是即种用特殊的胶吼甲上色，好，所以伊迄阵其实无彩色的，搁用特殊的方法转印甲上色吼。这嘛是阮暂时吼，阮的迄个文化事业发展系有阵，我会教学生做这啦吼，因为现在摄影已经无啥物稀奇嘛，阮凊彩手机啊，拢会当。翕足一个足水的作品出来，所以颠倒这种古典的这种摄影的创时的方法吼，会当表现一寡艺术感嘛吼。好，这是彭瑞麟厉害的所在吼。好，禁忌是啥物啊？咱是想起感觉足不可思议是同性袂使结婚，吼。可能按老一辈佫有时迄个，佫有即种观念吼，就是比如讲我以前少年时阵，阮母啊讲，你袂使带，你袂使看到迄个性病啦吼，嘿，阮性病啊，这个佫袂要紧咯，迄若性重佫性啉足惨的，对无？台湾佫重啉较佫加嘛，对无？你若性重性啉，你要避免吼足困难的吼，所以迄时阵就同性袂使结婚的代志。其实日本人无即个例啦吼，所以日本伫因的文化伊有一站伊想要改变台湾的观念，讲会当同性结婚。不过台湾迄阵迄个保守的观念足硬啦吼，所以迄阵佫有奈何佫有拍过一道网站吼，伫个台湾日日新报吼，因为奈何主张讲，奈何是安尼主张，奈何讲其实安尼注意啦吼。
破除即个封建哦，所以伊讲人道贵乎自由哦，即个共生要结婚也是共生，我爱结婚呢，看人的自由就好啊嘛。你即个是奈何的想法啦，所以你会当看着讲，迄个时阵，即个台湾的即个地属民主吼，像奈何即个人吼，其实伊毋是讲总统府讲出来的部分，我全部反对。比如讲总统府即个部分，就感觉这是一个进步的象征啦吼。好，那不过迄时阵同性不婚是上大禁忌吼，比即个师生恋更加严重吼，所以常常有即个类似安尼吼，上有名就是即个钟理和跟钟台妹嘛吼，伊的即个原乡人，伊就演讲家己因为因共生嘛吼，所以伫即个足保守的美容即个所在，无法度互因遮的人运用嘛，所以就尾仔就烧传走。其实毋是正代的结婚嘛，毋是传走，迄时阵的阮中国，迄阵上届就是伫阮中国嘛，所以足侪台湾人拢去阮中国才找头路嘛，就先去遐一冬后遐个工课甲顺序了，佮倒来甲总台面传走吼，安尼避免即个邻里的即种异样的眼光啊吼，所以先共生要做伙吼，遭遇到的阻碍足大。我嘛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因为我做阮学校啦吼，阮学校一个社会新闻就是，艋舺吼，大球场艋舺有应该是艋舺阮学校一个叫姓传吼，蔡万传即个学生，伊呢共生一个姓传的女士，因两个呢相带去淡水河，互人发现吼，有一寡代志啊，就是因两个私奔啊，叫互掠着吼，迄个新闻有讲前因后果，就是因两个谈恋爱，因为隔壁厝边尔，谈恋爱，毋过呢两个拢生出来，所以呢厝内就反对啦吼，查甫两边拢反对，所以尾仔无法度去迄个查某已经讲毕业了，已经去趁钱啊，有差不多有100万块的生囝，蔡万传嘛有100万块的生囝，所以两个讲两个甲。两个拢100万块，两个做伙相传走吼，尾仔破局嘛吼，所以迄个蔡万传搁咧读册吼，即个代志出来了，就即个就真正退学吼，即个就退学，其实是机械科的前途足好呢，所以逐人感觉足可惜啦吼，我就嘛感觉足可惜，咱说共生是啥物要紧的对无？吼，所以其实迄个时阵的禁忌，咱们暂时足无共吼。好，来。所以嘛有即种拄仔讲讲亲情嘛吼，对看嘛吼，所以嘛有即个对看结果无爱吼，得分吼，所以这得分毋是即个古典的代志咧，嘛有现代的吼，现代就是一个与赫洛的朋友，含与赫洛无关系吼，一个女性吼，伊就是因爸爸中国人，我名我小可袂记一个，因爸爸甲讲一个医生的媒人足好的吼，伊呢其实无想要嫁。毋过无法度一定爱嫁吼，所以结婚迄天，迄阵拢有陪嫁嘛，因为门当户对大家拢家境拢袂歹吼，所以有一个陪嫁，即算查某囡仔安尼人陪嫁过来吼，陪嫁过来通常就甲伊斗做一寡厝内的工课嘛吼，佫有足侪嫁妆，所以即个女性呢，伊个伫咧结婚迄天吼，结婚迄天，含伊的陪嫁，甲全部的嫁妆卷款。卷款潜逃，全部的嫁妆甲含伊的陪嫁，来咱做伙相传走。来，相传走是含伊的陪嫁，相传走去日本，去日本读音乐学校，尾仔嘛去宝冢吼，去宝冢迄个巡回演唱吼，数控年代，佫有转来台湾，伫即个迄时阵的台北凤山局，伊有一寡演唱嘛吼，所以伊嘛是传出一片天，就是无爱嫁，因爸爸甲即个安排婚事嘛吼，像安尼这蔡香玉即个女士就是安尼出来吼。来，所以即个尾仔佫伫即个文艺社团内底有一寡刺激吼，不过我找伊的资料，敢找着一寡物件啦，无足侪。要听过即个名吼，伊的代志就做轰动是即个代志就含陪嫁相传走吼，我毋知影后续安怎瞧，就因厝里安怎甲伊即个头婚的代志摆平吼，那规日咱会当看到，我哋嘛开始有女性会去负责安排的婚事啦吼，好
另外就是像杨千鹤，杨千鹤有讲到一寡蔡香盈即个故事，伊嘛讲到伊一个朋友，嘛是蔡香盈甲指导吼，蔡香盈其实头婚的即个先驱者吼，伊甲伊指导讲，你若无要结婚，你会当你个避开，结婚一个时阵避开，互厝内人找无你嘛，即个婚事就自然告吹啊嘛，对无？嘿，毋过有好嘛，有歹的结局嘛。蔡香盈其实伊家己有个拼出来嘛吼，啊像杨千鹤讲伊的朋友，即个婚事伊记住了后，尾伊就无结婚啊，嘿，所以。这是真恐啦吼，所以坐无共的部分吼。啊，杨千鹤嘛是一个足趣味啦吼。杨千鹤你若去看伊的人生的山林记，有写足侪伊的故事。啊，伊其实应该有一段含一个日本记者同事的淡淡的情愫啦吼，啊无结果嘛吼，所以我记台湾人的这边来讲，伊叫台湾人，对啊，迄日本的驻日大使。毋是，是千鹤东西。毋是。什么凯？花开时节。啊？不是花开时节，花开时节。不是一个凯啊，那台湾就是台独的一个，这驻日代表啊。口水盖。那口水盖上去，不是口水盖一部的，是啊，伊嘛是叫千鹤，毋过无共。千鹤啊，我也是。你叫台湾人对啊，伊本来嘛是叫台湾人。做记者。做记者对啊，对，来。啊，刚刚拄仔讲同性嘛吼，啊同性的那个同性别，嘛是有哦。日本时代迄个同性之爱同性爱伊个写同性恋，写同性爱，查甫拢有，嘛是常常伫咧新闻会看到吼，就是殉情啊，还是情杀，部分拢会当看到。啊，我找着若是女学生的部分上。有一个，即全部拢有假名，就加进女学校的，女学院的两个学生，一个台湾人，一个日本人，啊，因两个嘛是小带走，跳落的时阵，两个小带走吼，那个日本人的学生吼，因爸讲下100块叫伊去银行寄，啊，伊台湾人即个吼较善食，台湾即个去甲伊哥哥伫咧病院破病哦，去甲伊哥哥讨20块，啊，两个轻开讲120块，有钱会当买船票。所以咱就买船票去日本，啊，尾仔成功哦。结果后壁我毋知影安怎啦吼，两个先带走，啊，因个校长有出来讲，应该毋是啥物同性恋啦吼，就是两个查某囡仔好奇去日本佚佗啦吼。啊，毋过报纸其实认定讲两个应该是先带走，因为暗时啊坐马车手牵手对台人坐马车直接赴家人吼，然后买船票就去到日本啦，无倒来。所以嘛是有即款的小传走啦吼，所以这种趣味吼，所以我的册内底有写个讲，迄个时阵的家长吼，足麻烦的啦，因为迄台湾共日本吼是同一国嘛，对无？所以有的学生真正无条无条失踪啊，就弄去日本的，像迄个陈千武无？陈千武家己自传有写讲，伊迄阵感觉家己足缘投啊吼。陈千武自传讲我足缘投，我伫咧台中公园附近细厝吼。18岁时，我重要代志就是当恋爱吼。啊，另外就是伊感觉讲我这个缘投，我应该来做明星嘛吼。那伊个要去日本吼，去闯荡伊的演艺事业，这陈千有个写吼。然后伊个注册的时候，注册是毋爱有注册费嘛吼，所以就忽然间做有一个厝来互伊注册费。伊个无去注册，直接买船票，对台中买车票，啊去到家人买船票就去日本啦。所以无去学校哦。迄天无去学校拍电话转去厝讲，即个陈千有啥无来学校吼？啊，厝里较早讲，即箍因为暂时做侪钱吼，所以落去到日本啦吼。陈千有无成功啦吼，因为陈千有因兜的人知影讲，伊可能坐对班船吼。啊，拍电报去班船，甲迄个船长讲，甲即个囡仔大啊伫咧中途拦截，所以伊无到日本，结果互原船遣返，所以伊无走成功啦，啊，无去无即个文学家吼。一个必须去演戏啊！好，所以这是做着这个爱情啊吼。来，我看时间。哦，来，搁10分钟。来，那拄仔讲这个女级的爱情吼，真正的爱情是女级，这个是真正的爱情啊。其他伊其实是互人一个爱情的想象嘛吼。啊，毋过女级嘛有家己的生活嘛吼，伊嘛真正会爱着伊的对象嘛吼。
所以我看到的女警是安尼吼，一个叫做宝玉的女警吼，伊是伫个台湾二新报吼，就是即摆迄个啥物路，延平北路跟忠孝西路遐附近遐吼，那个什么？放门牙。嘿啦，放门遐吼，遐附近有一个咖啡馆吼，女警啊，即个宝玉呢是迄个馆足有名的一个女警吼。啊，伊迄时阵扛一个叫做林发即个厨师呢当专案。啊，林发即个人足出名吼，伊其实是台北一中的学生，台北一中读到2年的时阵，因兜心理失败吼，因兜心理人失败了后，无法度好读，所以伊个退学啦吼。退学了后，因为伊读到台北一中啊，就等于建中嘛吼。其实日本的做甲有讲啦吼，啊，两个生得袂歹啦吼。当然，迄袂歹是迄个时阵的标准啦，我再看，无一定安尼感觉啦吼。啊，伊个开始学即个煮食吼，学西餐的煮食，啊，拢伫即个咖啡馆煮食，所以伊足受即个女警的欢迎吼。啊，所以呢，我也就同即个保育做伙啦吼，两个做伙。啊，不过即个林发的即个工课吼，虽无啥顺序啦。比如讲像即个1935年，台湾有一个博览会嘛吼，伊就是伫迄个博览会的第2会馆的食堂做厨师。啊，毋过即个博览会结束了后就无工课啦，所以两个个生活个无总做好过啦吼。啊，伊就想到一个办法，互即个保育啊，即个女警啊，去即个珠宝店啦吼，去即个珠宝店讲，阮即个比如讲即个因即个咖啡馆啊，即个太阳行哦，阮即个太阳行，阮的即个女警啊，逐个想要拣一寡看的，买一寡手表吼。女级其实足好以后，女级的一个月100块。按拄仔讲，因讲会当饲鸡的一个是50块尔嘛，女级100块，所以伊女级足好以后，所以会听到女级咧买物件，因派一个专人，甲可能女级会买的物件吼，拢款做伙，啊，扛即个保育做伙坐即个人力车，要去即个咖啡馆，啊，人力车拖到一半时阵，搁有一个人吼，哪像食酒醉吼，发酒疯去攻击因的即个人力车吼，啊，其实就是要抢因的即个珠宝吼，结果无成功啦吼，无成功了后，即个女警嘛毋知有去对啊吼，啊，即个是一个社会案件，啊，尾仔因两个佫同意到台中吼，中部做案吼，中部的做法是安尼吼，是恁发先敲电话，互嘛是即种贵重的即个店吼，讲我想要买恁的表手表啊，啊，你的手表，比如讲即个54块对无？啊，你摕来我只要100块，所以你先摕40万块来互我赚，安尼，所以伊个即个因的即个店员个会摕手表啊，佮摕40万块。啊，讲你共对一个旅馆嘛吼，所以伊就知影讲你会经过啥物所在，伊就伫咧半路埋伏啊抢伊的物件，安尼，即个是因两个安尼啦吼，啊，所以警察就全岛追缉即两个吼，啊，尾仔才甲因两个抓着吼，这是女警吼来按看即个报纸的故事吼。那其实是即个保育先互抓着吼，啊，即个保育吼，啊，我毋知影即个林发其实无种介领导，啊，毋过保育其实生做足小气啦吼，这报纸是用相片吼，啊，遮嘛报纸嘛写讲，即个保育互抓，先互警察抓开，啊，林发佮敲警察局讲，请问即个保育是犯着啥物罪吼？啊，所以警察想要甲即个林发诱拐出来吼，甲讲，伊是因为即个跋筊啦吼，所以啊，你摕钱来就会当甲伊即个带转去吼。所以林发就真正来警察局要甲保育带转去吼，啊，安尼才有领着吼。这是即个因两个爱情故事。啊，保育先互领着时，伊要问保育讲，即个林发到底藏伫迄块吼，保育拢无爱讲的，就是伊拢一直维护着即个林发吼。所以这嘛一个咱看，伊嘛是一个爱情故事吼。所以毋是干那即个。毋是讲写介绍啊，是连雅堂，因会共这个段爱情故事啦吼，家段通因家己的即个私生活顶嘛有因的心仪的对象啦吼。好，啊，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嘛。来，搁4分钟。好，来啊，所以咧，按拄仔讲这18公分就是不良少年少女嘛吼。啊，所以迄阵真正有一寡警察会安尼感叹讲，
哇，即个西门町吼有一寡迄不良少女集团吼，专门诱拐纯情的查甫人，然后甲诱拐伫去空地了后，甲伊抢钱吼，安尼吼，所以无就是会炫耀讲伊有足侪性经验吼，伊讲查甫拢袂安尼哦。 颠倒是一寡不良少女吼，会安尼哦，所以感觉世风日下，会是咱零年代的警察安尼感慨啦吼。所以迄阵其实就有一寡做者种安怎是感觉，也准以前是做保守啦，其实无影吼，你若去看，迄时阵的一寡报纸吼，你甲发现讲，其实迄时嘛做者做处理的即个网站啦，是一寡情况吼。好，所以迄阵按怎讲，教父联盟会去。 校外去看学生有啥物无好的即个行为嘛吼，一寡是安怎是感觉吼，感觉无啥物奇怪哦吼，比如讲有老师会讲迄学生拢着靠食薰啊，查甫的吼，查甫的不良行为就是唱歌，唱足鄙视的台语歌，用台语甲老师取绰号。 这种受伤嘛吼，老师感觉这无好吼，安尼吼，另外就按讲查甫的18公分吼，含查甫的碗上肩讲话吼，另外就是公开场所化妆，安尼日本人做事就感觉安尼无好啦吼，对无？所以其实颠倒反过倒来看就是，迄时阵女性开始会化妆啦。 所以会伪装吼，所以会讲，莫伫咧公开的场所来伪装啊，避开画一个甲处理就好啦吼。是即个开始有即个社会的即个风气，即大概是1930到40年。你看安尼，搁过20单，即个时代搁无共吼。好，另外吼一种爱情吼，无一定是同性恋即个爱情，是姊妹啊看。 拄仔有人讲花开时节嘛吼，较近即摆有一个，即个杨双子嘛吼，伊就写即个即种女性的即个姊妹啊看即种女性情谊啦吼，嘛是因为教育较开始出现嘛，像杨千鹤的即个人生的3棱镜，伊嘛讲，迄阵因拢会感觉讲安怎是歌女时代安怎尔好着吼，若结婚了后，是毋是女性？ 即个友情会当去保存的吼，结婚了后是毋是就结束了吼？所以其实开始有即种想法嘛吼。这是若你若无去去头壳读册，你个无熟悉遮侪共年岁的女性嘛吼。所以即个嘛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啦吼。来所以继续来看一寡相片啦吼。这嘛是一寡歌女吼，去相关翕的相片吼，然后个即种相片了，以前阁有流行安尼哦，即个是吕玉叶嘛吼，拄仔讲迄个彭瑞林太太吼，伊含伊个姊妹仔伴，表示真正足好个姊妹仔伴，拢会一个真查某的，一个真查甫的，翕相有时佫会对调吼，所以伊会流行用安尼吼，你看即像这结婚礼服其实两个查某的吼，无一定伊是真正要结婚啦，即个时阵的相片拢是表示讲，是足好的。 会唱姊妹仔伴，放歌会安尼吼，所以这个女性情谊这嘛是开始受现代教育，开始食头路，开始有一寡社会活动个交流吼，当开始产生出来。所以我阁有看到一条资料是，一个养女，因妈妈讲你这做车长的趁，所赚大概一个月趁。 差不多20几块、30块，伤少啊，所以要甲卖去做即个，比如讲卖单金啊，安尼吼，一个100块啊，所以因两个足好的朋友吼，两个车长的足好的朋友出钱，甲伊赎身的，就是互你甲钱互你的养母吼，安尼互伊的即个朋友注意吼，像这嘛是女性情谊吼，这个是咱看着讲受教育了后除了恋爱了后以外，其实嘛有即种无共的感情来发生吼。另外我拄仔访问的第二个女，因高长是逐年去办同学会，办到台湾90岁啊。这个是结婚了后要安怎延续咱的感情的，咱就来办同窗会嘛吼。这是女性情谊啦吼。所以安尼来结束吼。其实要来讲的就是，虽然感情的这个部分是足少的历史啦吼，毋是总是迄政治啊，是足严肃的这个国家的
重大诶代志吼。不过咱会当看到是台湾其实到日本时代，虽然51冬，啊，毋过伊分3个阶段，啊，慢慢来到像咱暂时即种现代诶生活吼，啊，因诶即个咱诶即个阿嬷迄辈诶人吼，有受教育诶人，伊开始会同咱诶思想、生活方式了了开始接近了吼。好，这是咱开始看到台湾伊来即个现代诶生活吼。啊，大概就讲到遮啦吼，啊，若阁有啥物咧讨论，咱就留落来讨论吼。好，啊，多谢大家吼。好。感谢陈教授吼，在敢有咱现场朋友咧有问题咧问陈教授，来请柯老师吼。拄则有看着，内面有写一个讲，即首台语歌啊，用台语交谈吼，对，是啊，你知影是啥物原因安尼？有点对台语不好印象。对，咱日本时代就有即种情形。哦，一定有啊，因为迄时阵，因为迄时阵讲，因为按拄仔看，迄时阵已经是数控年代，战争时代，所以迄时阵袂介意甲人讲台语，所以因个教吼人民吼，因会伫咧比如讲，迄时阵台北个足侪迄个公共汽车嘛吼，啊伊会伫咧公共汽车去看讲，台北人是毋是私底下讲台语。讲台语，伊会甲你禁止，所以迄阵开始袂罚钱啦，这后有罚钱啦，啊，迄阵袂罚钱，啊，毋过伊会禁止你讲台语啦，啊嘛袂介意你唱即个台语歌，所以迄阵譬如讲万春风啊、武野秀啊，伊拢会甲改编成日语嘛，军歌嘛吼，所以咱暂时感觉讲啊，囡仔要用台语讲吼，求之不得诶，你看，像我暂时讲我才袂认得吼，我先讲一下吼，昨阮迄个国中一年啊，大汉囝吼，伊就来我讲，妈妈我来讲吼，阮老师吼，国文老师吼，讲要演讲比赛吼，啊，叫大家来报名吼，啊，伊就讲我有去报名，要讲台语的演讲比赛。吼，我感觉我足欣慰，知影无？我感觉即个我的演讲有成功诶，因为我吼最近拢足拍拼拜二去上台语课吼，啊，阮囝就感觉我妈妈你拜二去甲阮放阮自生自灭啊去上课吼，伊就开始看我唱个台语歌，我足困难，我拢袂晓吼。啊，因为因国小有去教迄个罗马字嘛吼，伊就看有啊，讲即我知影吼，所以即摆知影讲你看你讲即个妈妈。食老伙遮尔拍拼吼，要听学台语吼，所以嘛感觉讲袂定即个台语的部分比我较厉害吼，所以家己去报名，伊种人捌家己主动要做啥物代志啊吼，我那是足被动的吼。啊，第一摆家己甲老师报名讲伊要参加台语的演讲比赛吼，所以我足欢喜吼。啊，后摆可能爱请洪宇老师来管指导。嘿，所以啊，日本时代真正是数控年代了后，即个皇民化时期吼，开始。积极的禁止台湾人讲台湾话，甚至伊希望讲你伫厝吼，对80岁的阿嬷到拄仔出世的囡仔吼，甚至你做梦的时阵讲出来梦话，是讲日本话，才代表你的皇民精神吼，有即种现象的吼。还有其他咧问，若是要分享的无？拄则咱讲的杨千鹤吼，他也会放在时节，迄就是嘛杨千鹤写，咱管日本时代女性作家内底作品内底，伊的集团篇，吼，就是拄仔迄本嘛吼，嘿对，放在时节，嘛是杨千鹤写，啊，甲伊即摆这杨双子是2017年出版，是中兴大学台文所的硕士生写的。所以伊是用伊迄个杨千鹤的本册，伊个名共款名，毋过内容无共嘛。无共，伊是小说小说，啊杨千鹤是极短篇，伊是写日本时代的女学生拄毕业，新娘学校毕业了后就开始结婚迄款的，啊伊就是反对这种，感觉结婚反对啦。嘿啦，对，多谢。多谢我。因为我拄仔研究这。好，是吼。还有其他要分享的是要问的无？啊，若无反正有过迄个5月份的吼，
咱5月份台语沙龙讲座是即个5月初8，要邀请江介石先生来分享伊过去的一寡参与的运动，甲伊落尾专门伫咧即个用台语写大字，的即个伊家己号一个名讲台湾书道啦，书法的书，书法的书，甲迄个道理的道，台湾书道总是伊一半会来分享伊过去参与，因为伊是早期伫戒严时期的主张甲吹哨甲落实即个非暴力的运动的一个实践者是5月初8要邀请伊来甲咱迄个分享。咱若总抑阁有人无摕到基金会所出版的《台湾通信广播》杂志遮头前抑阁有，请大家当自由体啦嘛请继续完成阮即个台语沙龙的工作阮会继续1个月1场原则上是第1个礼拜三啦，毋过像即几个月有啥拢拄着连续假期，或者是拄好有即个休困日啦啥安尼就会延到第2礼拜三所以5月份的部分是安尼。拄则有讲地教书有新2本册一本阮的《青春网》，一本是玉山社的另外一本日本时代台湾的学生生活这是另外一间出版社若是有趣味的朋友，等下当来团前遮看者好，毋知地教书咱搁做一个结尾好，来。现在是刚休息刚好，我嘛是甲阮学校做一寡宣传就是阮即个学校文化事业发展系，阮伫迄个原来台湾图书馆，原来伫即个伫阮学校边仔嘛就是伫遐有即个真本是是担当即个册的装帧以前有即个日本的线装书的增发。中国式的线装的书的增发，佮西洋式的增发佮甲即个书画甲表背起来嘛即个部分的展览伫即个这是阮头叫做光华馆1楼。毋是中和已经是原本还袂关迄中和。袂关迄中和，已经伫阮头就是即摆北科大北德路甲迄个啥物路的交册。北德路甲新生路，新生路。伊要做其他用途。无即嘛，阮校收转来变成学校一个空间。伊原就图书馆。图书馆欢喜就古早。变成你个展览室啦。变成阮的展览室，就是阮文化事业发展系，而且阮定定会伫遐办一寡展览佮活动安尼，即就是即个活动，嘛是含台湾图书馆合作啦所以因有甲因的一寡迄个装帧的技术来遮做介绍，所以大家若有闲当先刷去看者。毋过暗时无开了，咱人较不足，3礼拜。3礼拜，对4月初9开始啊。拜三。4月初9开始。对拜2开始。3礼拜安尼。好，这个活动欢迎大家参加安尼多谢。有趣味要来看册，会当来头前会当搁甲陈老师看要去上也是开讲毋过嘛袂使伤久，因为咱照这个场所，可能搁10几分以内还阁会使好来，今咱拍好啊，感谢这个内。